咱的灵，请走角。恁着学了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恁着感谢这个上帝的上帝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吟诗，咱要吟圣诗第2首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全能大主宰。咱着唱歌齐声学了上主尊名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掌理天地甲海，学了上帝至尊至权主宰。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。那么，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伫立岛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，
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屏，伊要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肉体过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咱要来启用启用文23篇，伫圣诗的后壁面，启用文23篇，也就是诗篇的96。我来启，恁来引。着对上主唱新的歌，着对上主唱歌，学了伊的名，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，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，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。因为上主至大，应该受极大的恶乐。比伊所有的生命应该更加受敬畏，因为外邦的生命不过是偶像，不过上主创造这的天，尊贵甲威严包围伊，关联甲阴光充满伊的圣所，地上万民拢着学了上主，就将荣耀甲关联归伊。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乎伊，着带祭礼进入伊的殿宇，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，全地着伫伊面前行行皮皮喘。这声着对万国宣布上主最宏，世间坚固袂动摇，伊要用公义审判万民，天着欢喜，地着快乐。海甲伊内面的画面拢着出大声，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。树林内的树木拢要伫伊面前欢喜唱歌。上主得来啦！伊要来审判普天的，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，伊要用事实审判万民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阿爸爸，主，阮满心感谢你，主，阮感谢你，敬选阮诚侪你的囝儿，互阮有安尼的福分，会当伫上帝你的恩典内面，互阮无论阮拄着啥物问题，阮无论拄着啥物款的境务，阮拢通活过上帝你来活。主啊！感谢你，阮知，阮虽然是一个卑微的人，阮是有罪的，但是伫主你的面前，主你特别互阮诚侪尊贵的。感谢主，愿你圣神伫阮当中，也帮助阮，互阮伫今仔日的聚会当中，từ头到尾，拢有你圣神充满伫阮的心内，也互牧师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也会当诚侪阮的帮助。阮感谢你，也愿你帮助阮，互阮的心快乐，互阮的灵会当来把助，也互阮伫你的圣心内面，主啊，阮要得到迄个永远活的快乐。感谢主，愿你即时也帮助阮。也圣神也伫阮当中运行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愿安静的灵伫你的面前，要来伫遮敬拜你，愿你欢喜的面看阮。感谢主，愿安尼祈祷，拢是靠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报告本会消息。第一项，本主日是2025年圣灵降临节，毋茫伫五旬节充满温度的圣灵，搁一摆来充满咱，互咱搁得到快乐，直到地极做主福音的见证人。第二项，中执会公告，拄6月份起，各单位要借用教会福音车，迄个邮资的收费有调整，为手排的福音车1公里是10块，自排的福音车1公里是12块。
第三项有报名参加总会宣告160周年纪念感恩的礼拜的兄弟，地点是伫凤山的体育馆，后主周日伫6月15日上午的7点50，咱要伫教会来集合，要8点准时来出发。如果若超过时间，就无法度搁等。领队是依海平长乐，请咱会记的时间。第四项下主日6月15日为少数民族复现的主日，敬请兄弟备办心来奉献甲代祷。第五项本会定伫下主日6月15日下晡3点到6点，伫教会副堂要举办幸福的特会，要邀请幸福小组的best来报名参加。报名请咱各组的小组长来报名，请各组的区长伫本主日进前会当来汇整所有的名单来送交伫办公室。第六项本会定伫6月22日星期日第2场的礼拜要举行洗礼式，当天的第2、第3、第4场这3场的礼拜要联合，要参加接受洗礼、更新礼、小儿洗礼的，请恁伫6月13日，也就是星期5进前办公室来报名。无参加幸福小组的，爱参加信用的个别的课程。这个课程是1点钟。接下来报告具体的消息。合作社的消息，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要伫地下室。中午迄个会议室要召开理监事会，请各位理监事出席来参加。第三，教界消息，咱请阿牧师。各位兄弟大平安。平安。咱牧者合一祈祷会，今日咱北区伫高雄林龙堂举办圣神感恩节城市祈祷会。咱今日主题是危机世代祈祷同行。请咱兄弟你若有登记要坐福音车的，请咱伫2点教会集合坐车。第二，高雄中华妇女事工部伫6月2日上午9点举行高雄小区联合礼拜，地点伫前进教会。主理是咱陈武进牧师，专题的讲师是李信仪老师报名费是100块，妇女生活队的队员专业补助。请咱本地美仪队长来报名，伊本主日前第三，咱高雄东会传道部伫6月28上午9点到12点，要伫工商教会举办宣教大会。讲员是寇少的牧师，伊的题目是软正中的刚强，失望中的5望咱的中级同工会当报名。伫6月22日进前办公室报名。第四，就是咱高雄中会每年一届考圣经的即个活动，伫8月30上午9点半到12点，举办咱全中会圣经考试。伊考试的范围是四道行段，对考试的资格是对国小、高中、成人、双年拢有啦囡仔的，咱的儿童牧区的区长蔡依云区长来报名，请咱兄弟伫7月27进前办公室报名以上。咱来介绍一个人客，甲咱三个来敬拜上帝。是邢美珍姊妹所介绍的张小青姊妹叫伊起立起立一概欢迎，永远欢迎，好。接下咱要来恭读上帝的话，咱今日要恭读圣经以赛亚书32章第9节到15节。以赛亚书32章第9节到15节。恁来看，我来恭读。
清闲的妇人人啊，着起来听我的声；无挂虑的查某囝，着按耳孔听我的话；无挂虑的查某囝，搁过一年较加要行行，因为无葡萄通挽，无果子通收成。清闲的妇人人啊，着袅袅喘；无挂虑的查某囝，着行行，烫衫赤体，腰下满布。因要为着好的田地，甲茂盛的葡萄树对兴，气魄一个要发生伫我的百姓的地，也要发生伫欢喜的城、快乐的厝。因为王宫要荒废，闹热的城要冷静，山头甲守坚楼永远做山洞。做野驴欢喜的所在，做规定精神的草场，听候圣的神对顶面摒落伫咱，旷野变做肥的田，肥的田看做亲像树篮。愿上帝祝福伊家己的话。接续咱要学了，咱请上联献歌队。
感谢上人圣歌队带来遮尔水那天赛水的娱乐。上帝赏赐咱平安，赏赐咱福气，带咱勇敢向前行。感谢主，咱接续讲道，要请阿牧师伊所带来的题目是圣神带来丰盛的稳定。圣神带来丰盛的稳定，咱请阿牧师。兄弟大平安。今日早起是圣神感恩节。咱通过今日经文中间，咱看到讲清盈的妇人人啊，着起来听我的声，对无？咱看到，伊讲清盈的妇人人啊，着起来听我的声。难道伫即安的城，只有妇人人较需要听先知以赛的声、以赛亚的声吗？查甫人免听吗？毋免听以赛亚所讲的话吗？只有妇人人爱听吗？当然毋是。先知以赛亚伊通过即个妇人人的这形象，你讲到即当时的耶路撒冷的百姓，人犹国的百姓，先知呼吁当时的百姓爱听伊苦劝的声。特别咱知影，你看经文的背景。南犹大国家迄当时面对国家以及国际的政坛整个的震荡甲无平安。迄当时亚述帝国已经兴起至附近真做大国，这个大国的兴起却真做附近的小国的威胁。迄当时的南犹大国家的百姓。听到因皇宫内底负责外交的这官员的建议，讲我甲你讲吼，由亚述帝国兴起吼，造成咱的威胁。来，咱若避免咱国家面对着这个威胁的时，咱就爱靠遐比咱较强小块国家，甲伊结盟，互咱三个。合作来对抗亚述帝国的这个威胁。不过，这个主意听起来敢是真袂歹，总是带予国家未来是一个危险的这个前提。所以咱看了为什么？因为犹大国因认为讲，我既然伫埃及国这个外国的势力来保护因，无拍算。拄到这个亚述帝国看到因的结盟，就无欢喜，反倒侵略去南犹大国家。咱看到先知以赛亚呼吁百姓，毋通信靠迄个政治掌权的愚公的迄个人的话语，恁来听我的话。特别迄当时的百姓，伊的生活，咱看了经文中讲清盈的妇人人。无看路的生活，哇！你看这两字，清盈的妇人人无看路的生活，这互百姓讲，袂歹啊，代表生活真舒适啊。为什么先知甲讲，你来听我苦劝的声？这生活袂歹，较苦劝啥话？你会感觉真好见。总是咱看到。为什么伊讲到清盈的妇人人？因为咱知影妇人人较注意的是啥物？家庭的生活、家庭的经济、家庭的一切。先知以赛亚用清盈的妇人人咧讲到南犹大的百姓，今日咱看到百姓眼前。看眼前的势力，认为讲埃及通靠，咱就去挖埃及，却无想着讲，除了去挖靠迄个人看会到埃及以外，更要紧的是挖靠迄个看袂见的上帝的规律。
就是迄当时的百姓，因较看了无看到，看袂见上帝的亏力，较看到眼前的势力。这个决定造成因的国家面临亚述帝国的侵略。弟兄姊妹，咱看到，迄当时的百姓，因根本无注意上帝的话语，伊属灵信仰中间，因对上帝的信仰是冷淡、骄傲、欠缺敬畏上帝的心。弟兄姊妹，这情形嘛是现主时的基督徒的生命中间常常看见，基督徒的信仰常常落伫无用。我无用，我上班我安怎？有影无用是无用，就是以无用中间，敢无淡薄仔时间会晓分别做成来亲近主吗？敢上帝无值得你？值得我来为了伊来拨一寡安静的时间亲近主吗？所以当时南犹大国家的百姓，因对信仰是安尼冷淡，是安尼骄傲，是安尼无追求信仰，无敬畏上帝，常常用眼前的事赢过对上帝的倚靠。前几礼拜咱教会有举办牧会长娘的黄潮姊妹的告别式，咱也举行过阳乡长老的告别式。伊咧准备立管礼拜顺，坦白讲，这两个长辈对我来讲是一个较生疏的人物，因为过去较少接触。较少熟悉交谈，总是当咧准备立管礼拜时，看到因的个人阅历，互我看了不止感动，甲流目屎。牧会长娘伊无捌字，对读白话字开始来认捌上帝话，甲先生每日伫困前读圣经。祈祷，嘛常常伫教会中间看见人的需要，为了人祈祷。咱看过阳乡长老怎样听教会，怎样听牧者，伫教会要敬拜中心的时阵钱无够，伊家己出钱，甲迄个无够迄个几倍数的土地金额买甲食。咱看过阳乡长老常常伫早岛的参加聚会，常常带领小组聚会，常常伊咧祈祷会中间。我看到因的努力中间，互我看到因的生命是安那甲上帝这亲密的关系。的确，我相信，咱到教会第一要紧的，毋是要紧你处理教会事务，毋是要紧你开会。当然，事务甲开会拢真要紧。不过，第一要紧的来到教会，是爱追求信仰，爱安静敬拜主，热心听主，伫上帝话中间领受对上帝信心的启示。爱追求信仰，要有谦卑的生命，看别人比家己强。所以了解，无愿意谦卑的生命，就是骄傲的生命。这站，咱要将国度生命力的协会钟彩玲牧师，伊也分享讲，骄傲的生命随时伫你的生命门口咧等待入去。也意思讲，骄傲的生命伫咧咱的生命门口，随时入去咱的心中。亲像圣经讲的，魔鬼像好塞，世界吞憔悴，通吞食的人。另外这。咱若无警醒，咱随时互咱骄傲生命踏入咱的生命其中，成了咱生命的一部分，
咱个人无毋知。总裁林牧师伊分享，伊91岁的老母，逐工起来灵修写笔记，写几啊本读起来足悬的啊！迄个相片我看了，哇！91岁，逐工搁写灵修笔记，这互我想着讲，我进前咧开始杀个每日会主，我咧写的时阵，我常常嘛通过上帝话讲照，互我对上帝话中间，上帝讲对不起，感谢而乐的话。我要甲上帝话中间来反映伫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中间有啥物对不起上帝？伊迄中间我甲上帝回示咧，也像是代表我上帝认罪祈祷。伊迄每日会主逐工的迄个灵修的笔记中间，我家己有所领受。所以当我听到总裁林牧师伊的老母91岁，逐工咧写灵修笔记，毋但安尼，伊搁助力进前拢去说明影印迄个周报的文章啥物，然后去分互遮个街头的人、街路的人。咱看91岁，伊愿尽力来传主的工。另外这咱看到，迄当时南犹大国家百姓对上帝话无要插，产生悖逆的心。因的眼睛，甲可能眼睛超出视力，可无想到看袂见上帝帮助。上帝通过亚述帝国侵略着南犹大国家，互遐个百姓伊过去掠做舒适生活无看路的生活，成做因的攻击的所在。所以了解咱们，上帝使用一个外邦的国家来侵略南犹大国家，成做上帝对南犹大国家的审判的一个方式。互百姓过去掠做讲，我通靠着埃及的吉灵结盟，我会当过着遮尔轻盈、遮尔无看路的生活，无拍算。上帝通过方式来打击因看做要紧的轻盈甲无看路的生活。迄当时，南犹大国家面对这个强烈国家的侵略时，因的国家陷入着什么哀伤绝望的处境。所以咱看到，当亚述帝国侵略伫南犹大国家时，因圣经讲捶胸顿足后悔我哪无听先知以赛亚的话啦！后悔这个对敌国侵略着因的国家，带来毁灭性的毁坏。另外这咱看到，人为什么无要听上帝的声？人为什么无要谦卑降服伫上帝教示的面呢？为什么？19世纪英国浸信会牧师斯布森牧师伊讲人袂当来到基督的面前，是因为因无愿意，为not，毋是因袂当cannot，毋是因袂当，是因无愿意。无愿意，主要原因什么原因？心内硬心啦，硬心。斯布真牧师进一步讲，咱已经受上帝拣选得到稳定的人，就恁的经验来看，你敢是常常咧侍奉上帝吗？敢无对上帝遐得到亏待吗？伊讲，你咧侍奉的过程中间，恁不得不讲，有时你想着讲，你想要相信，就是恁咧祈祷讲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互我会当相信。有影，师父真牧师讲，伊讲，若无信心的帮助，堪采你愿意，你嘛做袂到。有影，
保罗先生伊讲了真好，我爱做的好，我做袂到；我唔爱做的歹，我哭哭去做。咱明知好，咱却做袂到，是因为咱心中有迄个硬心。的确，咱若用天然性的你我每一个人，咱是无法度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，因为罪实在咱甲基督上大的隔膜。所以，毋是咱无法度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是咱无愿意。另外这，咱看到，因为咱天然性的罪性产生咱骄傲，咱会讲我靠需要耶稣，我家己活好，我靠我双手拍拼人生，我哪有需要耶稣的保庇甲祝福？这就是骄傲。另外这，咱看到。人伫个两者本性中间，咱的确会排斥基督救恩，就是要安怎帮助咱，互咱拍破即个心内硬心呢？咱需要圣神的帮助，咱只有来到主的面前，追求上帝的救恩，咱需要通过圣神来做工。阿们。所以了解圣神代表什么？代表开力。圣神代表开力。就甲你隔壁讲，圣神代表开力，伊袂来。啊，开力要创啊？开力做上帝欢喜的事，阿们。所以，当你领受圣神的开力的时阵，你会当做上帝欢喜的事。比如讲，你甲什么人隔膜，以你祈祷中间圣神不但开始细阵啊，细阵，你敢毋是甲某比人有一天无好势哩？圣神，对哦，是啊，哦，迄人当遐讨厌，莫讲啊爸，种是的，圣神，你提醒你是毋是应该伫主的听中间互相赦免？哦，不见了爸。你看这，当圣神啊，你不断咧启示你甲你感动，你着爱顺着圣神的旨意。去做上帝欢喜的事，你着爱甲迄个人啊互相和解。有影人甲人的即个冲突中间，咱有时气着讲好，即个人离开群主也好啦，不见也罢，不见眼为净，就是呢，啊这这敢是好吗？有影伊离开群主，甚至离开教会，安尼着好吗？问题就解决了吗？无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中阁有一个芥末啊，你有一个迄个罪伫你心中，互你想到你啦，袂爽快、袂欢喜、袂喜乐。所以当圣神咧，互咱开力的时阵，咱愿意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，毋是咱无能力来到主的面前，是咱的硬心抵到咱来无法度到主的面前。所以了解，咱伫信仰中间，咱若无常常去灵修、祈祷、留意啊，圣神的开力你是要对领受啊。圣神的开力伫啊，你着摕袂着，你无领受袂着，因为啊，你离开上帝远，上帝要甲你讲，真诶啊，我甲你讲啊，你着安尼，为什么你着无应甲世间的事物啊，你着根本听袂着圣神咧甲你讲话。你嘛无安静心来听伊讲，你较会当领受到上帝要甲你讲啥？你较会领受到上帝会互你开来，拢袂啦，拢袂啦，拢袂经营着安那用迄气啊，好啦，田无够安那水无流啦，水也袂流，田也袂过，好啦，拢袂过啦，到遮为止啦，干嘛呢？袂啦，水沟袂通，永远都袂通，对不对？水袂流过，永远袂流过啦，袂生成会流过，会流过拢是安那？你水沟塌掉拢爱安那？清啊用啥清啊？用白啊，用扫帚，用啥物工具无？甲清清的嘛，共款。
咱的生命内底有遐尼罪性伫咱中间，咱要通过圣神，互咱灵安那清遐迄个脱掉的，迄垃圾的，互咱领受上帝的快乐。阿门。所以圣神咧做工，互你料想袂到的意外的代志发生，你有相信无？你捌听过我以前下句牙起？我叫我真用演的，我嘛演得出来。你毋知影？因为我做兵用演一年半。那那个班长要叫我走3000，我就好，莫走，用行就好，用行就好。我用演的演得出来，假嘛假出来，吼，假啊足成的。因为我有医生证明，我嘛会晓演，就是了这。在咱信仰中间，咱要晓行做，领受上帝互你快乐。当我每一届下句举起来时阵，真正举起来哦，毋是假哦，举起来时阵，我就祈祷主啊，你医治我，主你医治我。啊，毋知祈祷几届啊？祈祷当然无，上帝毋是咱的细汉的讲祈祷好百上主人啊，主人，我马上甲你治疗。咱要凭着信心来尊主对答，来听从上帝旨意。上帝有上帝的时间，上帝有上帝的方法。阿门。我下区有一档新人的运动会哦，我3000袂当走，迄档运动会走5000诶，走5000，3000就袂当走，我搁去走5000诶，毋知死我。我甲迄支药啊吼。迄个气管扩张剂哦，放伫睾丸的同学讲，启信啊，咱等下我拍下阵哦，你甲喙变开吼，甲喷两下，互迄药啊发生作用好无？哦，好，哇，走偌济点知？我走5000走了啊呢，哦，3000走袂了，我走5000走了啊，我真正拍过呢。我那同学启信吼，甲我讲阿伯。要喷无？阿伯要喷无？迄当时吼，我用讲出来的时阵吼，那山猪咧，两只手两只脚吼，用讲出来，是也无力啦，足久无运动啊，雄啊走5000，雄足忝吼，无得甲印去啊，用讲去手啊骹，衫脱了吼，啊十步的啦吼。阮迄同学起身讲。阿伯，你喷无？我讲，那下句早就翘去啊！个阿伯要喷无？原来是上久无运动，啊！你话这第一种，啊我下句咧，下句还好呀，不药而愈啊！你话这，当咱你听从上帝。咱谦卑超出上帝，咱将咱的需求交托上帝，咱来尊主最大，主有主的时间，主有主的方式，顺探、仰望、凭着信心祈祷。阿门。上帝在做大工，甲你隔壁讲，圣神伫你的生命要做大工，预备来。我所要介绍台湾历史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件。1877年，有一间教会叫做阿教教会，敢知？阿教教会，阿教教会就是真的李港教会啊。迄当时有一个老爷的一个族人叫做张元春先生，伊对西部迁居到东部。迄阵伊住伫石虎山一个。原住民的头目的家庭中间，迄当时呢，头目带下句啊哮喘来发作真严重，真侪药啊拢对这个头目哦无啥物帮助。这张元春兄弟呢，伊就甲伊讲哦，信耶稣要互你得到救，得到医治。然后这张元春兄弟呢，就叫人捧一碗水。然后祈祷，祈祷煞，就甲讲
甲这头目讲：你甲这碗水啉落，啉落，病倒你就医治。果然，这头目啉了这碗祈祷的水了，下句全好去。后来要称作祈祷的神业，祈祷水的神业。弟兄姊妹，这祈祷水的神业发生了，这世界的报扬，这个风声，这个原住民的部落，真侪人就安那来找这张元春兄弟啉这个祈祷的水。哇！真侪人嘛因安尼啦，病得了医治啊。后来30-40个人因为信主，正做甚至正做一个石虎山教会。迄当时，当年佫成立一个地接教会，就是咱真的嘉义山教会啊。后来佫成立一个招牌教会，就是咱真的妇女教会。另外说，张元春兄弟毋是医生，更加毋是牧师，总是对上帝的信倚靠。伊看到这个原住民的头目，伊的镜头的阵，伊就祈祷这碗水了，互这人啉落。果然，这个头目伊就啊不药而愈，医治真侪病人，嘛因为通过圣神的做工，引带真侪人。因为安尼来信主，另外说，对神业到救恩的福音，人若愿意伫圣神的带领下面悔改过去旧的生命，伊就得到新的生命。圣神就带来他们因生命的反转甲改变。阿门。所以，另外说，对这经文的中间，咱看到什么？当犹太国家百姓。应该听信人的言语，就去敲找埃及国来成做因倚靠的对象。像是，亲像圣经在讲，清盈的妇人人啊，无看路的查某囝，哇！照你讲，这是一个生活足轻松、足舒适的一个生活的方式，就是安那。因拄着一个极强烈的对比，就是因的国家面对亚述帝国的侵略，所以因的国家受侵略了。圣经讲啊，因为用无看路的查某囝，佮过一冬，佮甲惊吓，因为葡萄无通满，无果子通收成，因要为着好产地无上葡萄树来推行。另外，这咱看到，当上帝为着这百姓无愿意谦卑降服听叹伊的话，上帝就形成外在国家的势力来侵略因。毋但安尼，佮互因原本迄种做的葡萄树，迄个当中无佮为着因效力。好的产地就成做刺白的所在。原本了这，原本伊的经济收入是真好，就是到过一冬了，因这百姓将要白白失去因原本的祝福。好的产地无得收成，不但无收成，佮成做趴荒的地。这地无佮为因来生产，因的国家甲面对亚述帝国侵略。无法度，阁有好的政策。弟兄姊妹，咱看到，伊圣经内底第13节讲，刺白即个要发生伫我百姓的地，也要发生伫欢喜的城、快乐的厝。所以咱看到，过去早前耕作地，如今要成做趴荒的地，地就要充满着趴荒这刺白甲即个。连因所大起的迄个城市，原本热闹的城市，连成做趴荒的地。你看这，你看到这讲处境，你会感觉哪？这南犹大国家地无够为效力，因失去经济作物的收入，因的国家面对着外国的侵略，
伊个国家原本对一个繁华的城市，成做趴远的地。哇！这国家根本无梦伊啊，有影无梦伊啊。亲像台语讲的，火烧高粱，拢无梦。另外这咱看到，就是百姓毋是永远拢要活伫个后患的之中。上帝是要扭转人的心，要带来一个新的时代，要除灭一切歹的关系。新的时代要从混乱变成做开始，要从无生命的变做有生命的，旷野变做好的产能。了解，百姓要接受这个公义的王的治理。什么叫公义王？就是上帝公义王要因为百姓的悔改，要互这一切转情转机，对无五望转做有五望。迄当时百姓要伊感受到社会中间有公平、有平安、有平稳、有安稳、有平静。对这，你看到原本的国家是互外国侵略。因国家要灭亡，因所种植的产能无个为因效力，无个生产这农作物啦，了解？通过因的悔改，信心做工，互因有一个转机，有一个五望看机。所以咱看到，因会当享受上帝带互因的福音带来生命的祝福。所以当你看圣经第9节讲过清盈。清盈是啥物？清盈就一个自我满足的表现。相对比较，自我满足的表现是因为因对外在的瓦克感觉迄个生活的自在满足。那你若对比迄圣神充满的生命中间，咱看到圣神所充满的所在，互咱当圣神充满的时阵，互咱活出对基督的瓦克甲毋望。阿们。互咱开始领上帝做咱生命的中心，所以咱看到，先知以赛亚讲：耶路撒冷的妇人人啊，清盈的妇人啊，恁为着恁的处境哀伤绝望，但是上帝爱咱常常警醒，互咱每时刻拢甲主结连做伙。互伊来带出生命无共款突破，阿们。所以了解，你若要领受上帝恩典的祝福，咱要常常抓着圣神的规律，互咱明白上帝心意，互咱有顺应着圣神的带领中间，看见上帝伫咱生命带出来祝福，阿们。所以咱若想啊，一个只有我靠。一个眼用迄个外在的物质甲势力，看起来遮轻盈，看起来遮无看路，就是这个生活无代表是永远，因为是靠家己、靠外在信用啊，靠外在势力，就是你若比你靠圣神的开力，圣神的带领，互你领受圣神的充满，活出上帝互你的平安。互你用上帝做中心，这两种的对比来看，了解，全然无共款。所以，伫咱信仰中间，咱要怎平安度日，是上帝恩典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无掠咱的生活的富裕，叫做理所当然。咱要常常警醒祈祷，甲主同行，主带咱每一个时刻。经历这恩典，所以警醒祈祷就是哪？咱有发觉主的手，互咱看咱目睭中看袂到主的手，但咱的信心却看会到主的手。咱虽然咱的目睭看袂到主的手，就是通过信心，你会当看到主的手，因为你的信仰，互你感受到主的看你。你经历了平安无事，阿们。所以了解，咱是不是亲像过去南犹大国家一样，
诚做亲的妇人人，只有看感情，无看上帝。求主怜悯咱，帮助咱，互咱的生活无将主所赐受的平安看作理所当然。咱若无看见咱的主，咱拢有诶拢是空空。求主帮助咱，咱时刻谨慎祈祷，回应上帝呼召，伫这幕后的世代中间，咱谨慎祈祷，咱把握咱会当为主做工的机会，来行伫主的心意，看见上帝祝福。另外兄弟，咱绝对毋通用人的势力甲碗壳，成做咱的人生的闪避风港。亲像咱犹太国家犯了一个真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因看见世界的局势，我个人足看会到国家。掠做迄埃及国是成做因的瓦壳，却无拍算，却带来即个瓦壳，即个决定带来是百姓因的生活的失去，国家的灭亡。了解，咱若想看重迄俗世物质甲势力，咱的生命的瓦壳，对上帝瓦壳，咱就愈来愈无，愈来愈无，咱就对上帝的信仰就愈来愈冷淡，咱甲上帝关系就愈来愈疏远。对吧？当安尼，咱更加毋免了解讲上帝的旨意是怎样。所以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对上帝的态度是持着敬畏的心，无因为咱的罪性任意妄为。因为上帝用伊的方式，成做公义的审判。到时，当咱的离开上帝时，咱敢伊失望，伊后悔讲。捶胸顿足讲当时我若信仰较敬虔的、较追求的、较认真伫上帝话语中间听见上帝的声的当时我若尊叹，我今日人生都毋是安尼啊！了解，咱毋通常常做迄后悔的代志。上帝是怜悯的主，只要百姓愿意悔改归向伊，了解，上帝要互拍响的声，成做一个繁华的声；圣神要互拍响的产能，成做良田茂林。只要咱愿意回转倒来上帝面前，所以了解，咱的信仰毋是训练一个真高会晓讲宗教俗语、真高祈祷的真水的基督徒。咱要训练是一个有生命、真正有生命、有疼心、有能力服侍主的一个活出基督的生命的基督徒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互咱倒来到上帝面前谦卑反省，上帝搁一摆赐下恩典，帮助咱。而且圣神降临这时，主啊，我要安怎在你的灵修、在你的敬拜、在你的服侍中间经验上帝你教我伫地，阿门。所以主耶稣对咱英文讲：“我来是要互因有我，各有丰盛。”另外，在信仰中间，主要授予咱丰盛，佮充满恩典的。咱三甲为着咱的教会，为着咱的国家，为着咱的城市守望祈祷。6月25，咱教父盟要邀请事务所这个牧师来分享，要遐转化城市。了解，以信仰中间，咱的确毋是靠家己，来靠圣神的开力，互咱三甲通过上帝罗榜的团体的信息，互咱明白要安怎来转化这个城市，互咱的城市甲国家成做上帝所蒙福的。所以圣神的开力，毋是讲主你互我，主你互我，那是你要常常倒来到上帝面前。开时间，开落来安静祈祷，开来伫上帝话语中啊，甲上帝有好的交配。你会当对上帝中间、圣神中间领受上帝对你的启示，那互你的生命中间看见上帝好作为。人讲哇，世阵无共款呢，过去你甲即个你甲无共款啊呢，哇，你怎么这么热心？这么认真的读圣经？哇，你怎么服侍？这么热切，哇！你甲以前的你完全无同款啊！哇！你表现了足自信的，了解？这就是
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，点点啊咧转化你的生命。所以，咱要转化城市的前提，咱先爱转化咱家己。你家己隔壁讲，咱先转化咱的生命，预备来。咱我靠信心来转化咱的生命，预备来。所以了解，上帝呼召你，呼召我，毋是甲坐遮敬拜哈利路亚尔。上帝要爱你，成做福音的使者，福音的大使，行出去，行出去，为上帝做见证。就是行出去，毋是靠你，行出去也靠信心的规律。所以，咱若无领受信心的规律，咱真恶的行会出去。咱真恶的活出上帝互咱的自信的生命，敢毋是？是啊。我过去我是一个庄稼囡仔，真害羞，真自卑，真毋敢甲人讲话人。就是上帝一届一届咧调整我，改变我，互我生命愈来愈袂去惊人。以前我吼是头咧咧尾水水啊。足无自信的，足自卑的，就是上帝怜悯，上帝做工，每一届的中间去经验上帝伫我生命做美妙的改变。特别是我的下肢，因为安尼得到神迹医治了，我感触到特别深，信心的开力，要成做我生命改变的开力。阿门。我相信毋但我相信上帝嘛要成做你生命改变的开力。最后，甲你隔壁讲，上帝要我使用你，上帝要使用你，未来。咱大家来祈祷，是阮听阮上帝，祝你帮助阮。伫这圣时间的这阵，通过南犹大国家这整个的历史的记载中间。互阮真好的提醒，就是过去因掠人最要紧，若说你真正的倚靠，但是上帝你做主、做王、做工，你互南犹大国家面对着亚述帝国的侵略的时，因的家园破碎，因的产园无阁为因效力，因面对着进无路、退无步的处境，当然。拄到这个处境的时候，因的城市帮，因开始呼求上帝，因开始悔改，开始改变。主，我看见上帝你怜悯的主，你无放下因无插，你怜悯因，看见因回心转意的心，你改变因，互因因为生命的改变，互因顶头来领受上帝你的祝福。领受上帝你对因生命的改变，互因的国家原本是爬远的，成做繁华城市；产园原本爬远的，成做好田好地。主啊，我看见上帝你是这么怜悯，这么祝福人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时刻来倚靠信心，互阮倚靠信心，领受开力，行出去，做上帝好见证。用安尼来应光主你名，愿主你施恩带领，听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回应诗165首，回应诗165首，咱请起立吟全首。你的国度，同在你。
咱即时咱三个委员徛咧，咱来公道。第一项，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，恳求主帮助咱，凡不时以你的灵修中间领受圣神的气力甲异象，带领你行出去，为上帝做美好的工。第二，咱为着咱下晡伫高雄灵粮堂举办为了城市祈祷的圣神感恩节祈祷会，咱三甲来参与，为着这城市来守望祈祷。最后，咱也相持为咱身体欠咱的兄弟来祈祷。咱有知影，一个兄弟为癌症、为破病、感冒，有真侪症头的。咱求主怜悯，通过咱来祈祷，上帝听，上帝怜悯下面，使到伊的旨意甲医治，临到伫遮身体欠咱的兄弟。咱举起咱的双手，咱大声喊三声主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主啊，主啊，阮恳求你，是阮来带领。主啊，你帮助阮，互阮领受对圣神的规律。主啊，过去阮的生命离主你远，过去阮的24点钟，阮敢若无时间过来拨时间来亲近主。主啊，阮向你认罪祈祷，恳求你赦免阮的罪。主啊，你帮助阮，互阮谦卑，倒来到主你面前，讲主啊，恳求你圣神互开力，互阮愿意亲近你，互阮愿意开时间来听主你对阮讲的声，愿意领受圣神的规律，来行出上帝你欢喜的事。主啊，你帮助阮，互阮的兄弟以主面前同心的追求，互阮的生命有真好的成长甲进步。愿主你也带领阮下晡伫高雄灵粮堂圣神感恩节的城市祈祷会。主啊，你圣神做工，互阮较侪兄弟来感动，为了这城市来守望、来敬拜，将这成做阮要紧的事，互阮会当同心为了城市守望，这城市的祝福是因为阮的付出。主啊，你使用阮，互阮的兄弟来看重这个城市祈祷会，坐满会堂，用祈祷成出阮的下面甲开力。主，你帮助阮，互身体欠安尼。主啊，你知为人癌症的治疗，为人伫感冒破病中间，主啊，因两耳肉体中间，咱为了欠过安两只。主，恳求你怜悯，恳求你听我祈祷，恳求你医治因，互伊的肉体伫主的怜悯下面得到你的医治，恢复健康，来见证主你的施恩来带领，帮助阮的兄弟，以主面前一切领受，愿上帝你施恩带领听祈祷。是阮听阮上帝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伫这圣神感恩节，搁一摆提醒，阮甲圣神的关系，阮甲上帝距离究竟近啊远？阮是不是时刻来听去上帝你对阮讲话声？主你帮助阮，你帮助阮，互阮有一谦卑的心。阮以阮的一天24点钟，主，我要食你做阮生命第一位。阮愿意将主你的话中间，你的敬拜的中间摆伫阮生命的第一位。阮愿意来拨时间来读上帝你的话，阮愿意拨时间来祈祷安静，听候主你圣神的启示。我愿意领受对圣神的开力，互阮行出去为上帝做工。主啊，你帮助阮，主你祝福阮的国家，祝福阮的城市。特别阮6月7、8，阮今下晡的城市祈祷会，愿圣神你教阮正兄弟、正牧者、正同工三个伫咧，通过正人的敬拜祈祷中间，看见上帝你伫咧城市中间做美妙的事，互阮的祈祷来参加转化这城市，互这城市信主的人你来提升。主啊，通过阮的祈祷，阮的国家成做蒙福的国家。阮也将阮的兄弟肉体欠安尼交托你，阮上帝你怜悯医治，看见上帝你做工。主啊，阮谦卑来到你面前来祈祷。主，阮需要你，恳求你圣神时刻教阮伫地，互阮开力活出基督的生命，应供你。我在主面前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兄弟请坐。这点咱要带礼物来到上帝面前，咱甲祭司来三个奉献。
及吟奉献诗。感谢，亲阿爸爸，主，我满心感谢你。主，阮知你是疼阮的阿爸爸。主，阮知若无你，阮袂当做啥物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伫阮的生活当中，伫阮事农工商当中，主，你拢赏赐阮有够额用的稳定。主，阮也感谢你，愿意互阮诚侪你路用的器具，会当为主你来做工，这是阮何等大的福气。主，感谢你，也互阮有即个气力。也互阮有能力会当来伫主你面前献礼物。主，感谢你，愿你也将欢喜阮所献的，感纳阮所献的，拢也会当诚侪芳芳的祭，也会当诚侪教会各种事工的路用，会当好好利用伊，会当来为主你做工，为主你传福音。愿上帝你也欢喜来接纳祝福阮。也互阮所奉献的，也会当诚侪迄个好的稳定，也会当来祝福伫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的家庭当中。主，愿感谢你，愿你接纳阮所献的，愿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靠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是嘞，咱要来祝福车肯，咱请吟祝福车肯。请阿牧师，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唱。少数人信心的上帝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有气力亲近你，互阮对你的话语甲你的祈祷中间领受主你的启示，互阮领受你的气力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互阮会用安尼来活出你的形象来应供你。阿门。愿耶和华赐福你，保护你；愿耶和华互伊面光照你，守护你；愿耶和华欢喜面看你，守住你平安。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第一场的聚会就到这结束，请咱灭祷了，才离开。